今日是2020的6月6号，德国的时间即马是差不多中昼12点外要1点，台湾的时间是应该是要7点吧。要来买一寡秘鲁，来配即个鱼罐来庆祝一下。讲真诶，阮妈家己伊是咧教公民诶，以早诶公民课本。拢有讲着讲罢免啊、选举啊安怎，毋过罢免即个物件，我对出世到即阵无实际看过。啊，今日总算看着见证，真正是甲大家上一个足好诶公民课。真正同意票要94万，比伊当初着市长搁较悬。真正会足感动诶！其实今日早起来时阵，介烦恼，因为看到高雄诶天气毋是足好啊，惊大家会无愿意出去投票啊，影响着投票诶结果啊。毋过头拄仔一边含阮台湾诶好朋友一边开讲，一边看开票，介紧张啊！毋过开票过诶时阵，我嘛是。家己一个人伫厝内，伫房间安尼拍扑啊，安尼像咧痟诶安尼黑白叫。毋过伫阮宿舍可能当有我一个台湾人吧，因为宿舍就是足安静安尼。所以咧，总讲一句，我要足感谢韩国瑜，伊会当互我即个机会来开即个频道，嘛提醒我家己讲。答应人诶代志，着爱做会到，袂当像伊安尼讲甲满啊，代志做一半安尼。所以咧，即个 channel 主要诶以台语来含大家开讲啊，还是我讲一寡伫国外发生诶故事，较笑亏，还是唱台语歌啦，唱英语歌。有可能无法度定迄落 upload 上传影片，因为我爱一边写我诶论文。毋过我希望讲大家若有看了有欢喜，还阁甲我起赞就好。就是安尼，等我。